尼苛德摩論新生之一。若望福音3章1至21節記載耶穌與尼苛德摩嘅對話，討論有關重生嘅問題。雖然有學者認為16至21節唔屬於對話嘅一部分，例如思高譯本就將呢一部分視為聖史嘅感想。不過唔少學者，例如平息若望福音嘅權威學者白朗神父，認為耶穌同尼苛德摩嘅對話應該包括16至21節。喺呢一段，耶穌回應咗尼苛德摩嘅3個問題，而耶穌每次嘅答覆都以我實實在在告訴你開始。耶穌嘅答覆指出咗天主聖三喺人嘅重生，即係得救過程中嘅參與。4至8節論及聖神嘅角色，11到15節係人子嘅角色，而16到21節就係天父嘅角色。有一個法利賽黨人，名叫尼苛德摩，是個猶太人的首領。有一夜，他來到耶穌前，向他說：辣彼，我們知道你是由天主而來的師傅，因為天主若不同他在一起，誰也不能行你所行的這些神蹟。尼苛德摩話耶穌係由天主而來的師傅，意思係耶穌係天主所認同嘅，同一般能夠顯奇蹟嘅猶太辣彼冇分別。雖然尼苛德摩嘅理解有不足之處，但係佢前嚟同耶穌討論，用意仍然係善良嘅。佢係誠心探討佢所關心嘅問題，唔似得有一啲法利賽人咁立心借討論引耶穌入圈套。耶穌睇出尼苛德摩嘅誠意，亦都樂意同佢討論。事實上喺若望福音嘅敘述裏邊，呢一段係耶穌第一個啟示嘅言論，就好似佢嘅第一個神蹟成為咗佢日後所有神蹟嘅原則。同樣，耶穌嘅首個啟示言論亦都扼要咁介紹咗佢嘅啟示重要嘅主題。耶穌回答說：我實實在在告訴你，人除非由上而生，不能見到天主的國。耶穌指出，人要由上而生，先至能夠見到天國。由上嘅原文語帶相關，亦都可以指再一次。所以尼苛德摩誤會咗耶穌係指重生。尼苛德摩說：人已年老，怎樣能重生呢？難道他還能再入母腹而重生嗎？猶太人一向以重生嚟到形容皈依嘅外邦人，因為外邦人天生唔係天主嘅子民，但皈依之後將會得到天主嘅救恩，就好似重生一樣，係靈性上嘅重生。尼苛德摩以為耶穌將專門形容外邦人嘅重生呢一個詞語套用喺佢身上，因此感到自尊受損。所以佢刻意以物質而具體嘅肉性嚟到理解重生，就係再入母腹啦。歸為猶太人嘅精英法利賽人，更係公議會嘅成員，尼苛德摩唔可能唔知道耶穌一語相關，但係佢選擇以純物質嘅層面嚟到理解。於是耶穌就將討論提升到更高嘅屬靈層次，指出佢自己名副其實係由天主而來。因為佢原屬於天上，屬於神同屬於肉本質上有分別。耶穌回答說：我實實在在告訴你，人除非由水和聖神而生，不能進天主的國。由肉生的屬於肉，由神生的屬於神。尼苛德摩喺4節嘅誤會令問題顯得複雜，但耶穌要表達嘅類比其實好簡單。現世嘅生命源自一個人嘅父母，永恆嘅生命則係源自天父，以及透過佢嘅授權成為生命之源嘅耶穌。一個人因父母嘅結合成為血肉之軀，誕生喺呢個世界上。如果一個人要進入天主嘅國，就必須由天上嘅父親所生咯。
若望一書對呢一個永恆嘅生命有非常具體嘅描述。凡由天主生的，天主的種子存留在他內。其實呢一個就係若望福音喜歡用嘅敘述技巧，傳統釋經稱為誤會或者不足的理解，讓聖史可以進一步展釋一個正確嘅理解。喺呢一個片段裏邊，尼苛德摩問人如何重生，耶穌就回答由水和聖神而生。耶穌嘅答覆唔在於糾正尼苛德摩嘅理解，而係完成啟示，使佢圓滿。尼苛德摩將清晰咁問另一個如何嘅問題：究竟人點樣能夠由上而生，成為天主嘅子女？